分手之後同翻對方做朋友，到底好唔好㗎？呢30年以嚟有兩個比較大嘅統計，6成人分手之後都可以做得翻朋友，原來比率唔低喎。咁美國奧克蘭大學呢兩位心理學家就想知道有啲人咁想做翻 friend 係為咗啲咩原因呢？係唔係淨係為咗復合呢？今次嘅研究佢哋甚至加入埋黑暗人格特質啊，想睇下戀後做朋友是否只有善意沒有惡意。最後哇，佢哋收集到2300幾個嘅理由，歸納出27個嘅動機。有人係好真摯嘅，純粹真心覺得前度係一個好人，所以都希望做得翻朋友。不過亦都發現有人個心係有住唔少黑暗嘅原因，想繼續做 friend 唔係懷念舊情，係懷念舊床啊。比較多嘅男性會想睇下可唔可以做到炮友，甚至佢對你身邊嗰個姊妹有興趣，所以想揾機會埋手啊。另外又有人係因為俾人揸住痛腳，知道你有啲唔見得光嘅秘密，或者熱戀嘅時候留低咗啲影片，擔心如果分手搞得太難睇會有後果啊。原來有人係被逼要做住朋友先，仲有啲人個腦係諗住一啲 practical 嘅原因啊。前度有錢啦，佢識嘅人幫到我做生意，或者冷氣機滴水，知佢會肯嚟幫我整啊。咁喺以上3種原因之後，先到 unresolved romantic desires， 講緊仲係好中意你，真係想復合嗰啲人。咁即係做唔做翻朋友好啊？其實可能你唔使問對方做唔做翻 friend 嘅，因為順其自然做得翻朋友嘅人都有差唔多3成，做朋友唔使講出口噶嘛。咁最後啦，真正可以同 X 維持到一種分手後嘅純友誼，通常有3個共通點嘅。咁我就放喺留言區嗰度留翻俾你哋自己慢慢睇啦。